今日唔講廢話，直接開炮。我知你哋好多人咧仲夢緊中山嘅退休天堂夢想啦。2026年你再唔想咧，你啲棺材本真係變成棺材本啦。你以為買緊嘅銷量冠軍好巴閉？我話你聽，你買嘅係跳水冠軍。我真係見到好多香港嘅老友記喺2025年咧喺度搶緊錦繡國際海灣城、國際花城、華發觀山水、遠洋繁輝里呢啲盤。哎呀，啲地產佬係咪同你講到天花龍鳳啊？靚姐銷量嘅前3，新生嘅保證，銷冠買咗入包升。喂，你知唔知依家嘅實際行情係點樣啊？一手買入嘅價錢咧9000幾蚊嘅樓價，你轉頭去睇下二手嘅市場4000幾都冇人要。你未收樓，啲身家咧已經就蝕咗一半啦。呢啲咧唔係退休，呢啲係退款啊！你啲錢咧退晒去邊度？退晒去啲發展商嘅3代咯，同埋啲地產嘅3代。你問我點解銷量咁好，仲會跌成咁？好簡單，因為個個都喺度諗，哎呀，銷量好，我咪跟住買咯。結果咧 A 陣咧食晒你啲佣金，等你到手先發現周圍荒蕪，醫療配套係零蛋，便利店又執笠，搵鬼同你飲茶咩？咁細國際花城、海灣城盤大又點呢？大到你買棵菜都要揸半個鐘頭車。退休係想安享晚年，唔係想去養牛求生。大家睇下沙盤嘅模型高大上，咩寫字樓啊、近海邊啊、翠亨新區啊、珠海北啊，但事實係咁樣嘅。前面咧就係錦繡海灣城啦，喺樓下仲有公交添，但係唔知1個鐘頭有一班冇。買樓咧真係要睇清睇楚。大家可以睇下前面雜草叢生，仲堆積啲垃圾喺度。上面嗰個高架咧就係城軌嚟嘅，城軌鐵路。咁咧，大家買樓咧，我唔知你哋嘅心態係點咧？呢啲咁嘅地方送俾我都唔會要。你睇下，你買嘅嗰層樓嘅下面係咁樣嘅。夜晚咧，你出嚟散步，我唔知你驚唔驚啦。因為呢個位置咧就係屬於兩地交匯嘅一個地方嚟嘅，對面就係珠海嚟噶啦。你睇下，你依家買嘅樓嘅下面係咁樣嘅，雜草叢生，即係我唔識點形容佢啦。盤係好大啊！銷售都同你講啊，好多商業啊，有醫院啊，去珠海近啊。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啲係個表面嘅現象嚟嘅？但係你來到現實，即係你層樓嘅下面睇係咁樣嘅，突然間心都涼埋。對面咧就中間呢個路電咧就溶溶爛爛嘅，冇人整噶啦。因為呢個地方咧都唔知係屬於珠海啦，就係屬於中山。咁咧你大家睇下啦，樓嘅下面真係人都唔多個。有台車過緊啦。但係真係接受唔到。睇下啲共享單車係邊一度嘅。分分鐘又係蝕嘅。滴滴喎，仲唔錯。應該都冇人打理噶啦，咁樣子，因為人都唔多個。所以大家買樓咧，一定要睇清睇楚。咁樣嘅地方咧，你接受得到？咁咧，我唔識點講啦。而華發觀山水遠洋繁華里，哇！聽個名幾有詩意，有山有水，
係山卡拉嘅地方有山有水，冇人氣咯。你落頭落街見到隻牛多過見過人，你話住得舒服，我就唔信啦。住得孤獨就有份，8、9千萬咪有個價，4000蚊都放唔到，呢個就係事實。所以蘇神咪要勸佢你咯，呢啲銷量冠軍其實就係割韭菜冠軍。但係你哋又會諗，蘇神係咪中山啲樓市玩完啦？錯，大錯特錯。依家跌嘅係跌嘅啲垃圾盤同埋啲水分價，真正跌緊嘅係市區啲涼盤，跌到一個你唔信嘅價錢。你睇下我同你講嘅呢啲數據，你就會知道咩叫執平貨。石岐展銳光月灣以前賣緊2萬蚊一平方嘅，依家跌到幾多？11000啊！市中心嘅位置，得閒約翻啲老友記出嚟飲茶食乳鴿，交通便利，配套完善，最重要嘅係附近有3甲醫院。你唔揀佢，難道揀啲山卡拉嘅地方咩？Oh my god！ wow！ 仲有收到信息，西區彩虹名區幸福匯4期推出一批特價單位，一號價13388蚊，同埋14888蚊。想要具體嘅單位信息 ，at 我，免費 share 俾你。房源來自4棟同埋5棟，係旗江河頭排嘅位置。對於呢批特價單位，蘇神補充呢幾點：一、精裝現房；二、特價單位咧有2個面積段，分別建築面積120平。陽台無遮擋望江嘅，同埋建築面積138平，可以睇下呢隻戶型圖。三、樓層主要集中喺中間嘅位置，仲係唔錯嘅。首先咧睇翻項目最大嘅亮點，南向望旗江河，之前嘅呢度一度賣緊2萬幾一平方，依家嘅價錢咧就回翻正常水位啦。其次就係彩虹片區嘅成熟配套。為呢個項目加分咗唔少，隔籬幾十米、幾百米咧就係一堆名校，黃色嘅位置咧就係全部係住宅區嚟嘅，例如大信新家園、遠洋一方、中旅彩虹等等，生活氣息非常濃厚。同埋斜對面就係市中醫院、3甲醫院嚟嘅，咁多嘢嘅價錢，你哋覺得值唔值？評論區話我知。再睇翻一個樓盤德商悅晒，呢個更加癲。南區山景大平層，前2年咧大裝修賣緊23000到28000一平方，哇，價錢貴到飛起。但係睇下依家公底啦，毛坯單價1萬蚊一平方，甚至大裝修係12000到12800啊！哇，係咪黐線嚟噶？你話用8-9千蚊賣無人嘅爛盤，淨係會用1萬蚊賣市中心，當然賣3萬蚊一平方嘅豪宅，呢條數邊個都識計啦。依家嘅新盤發展商係咪大出血？係瘋狂到割血，送物管、送購物卡、送家私家電、送車位，甚至首期都幫你做低咗佢。點解？係想你快啲上車。呢個時候呢，就係你哋搞嘅街坊真正落手嘅好時機。但係喺發展商嘅眼中咧，你哋唔係住客，你哋係一個信用電池。發展商借咗幾千億，佢唔使還啊！銀行揾你呢啲有份穩穩陣陣嘅工，喺香港有供強積金嘅中產去幫佢化債，起咗有個名叫咩珠海北啊、馬鞍島啊呢啲。我記得有人講得幾啱嘅，呢個世界上最貴嘅係咩？叫希望。佢買個希望俾你，你將你未來30年嘅自由賣俾佢哋，你以為自己係業主 ？Sorry 啦，你只不過係幫地產商同埋銀行打工嘅高級農奴。你每個月供嘅幾千蚊，連利息都未過到，你仲喺度笑人哋租樓住？人哋啦，起碼隨時可以走，你同間屋一齊撞喺大灣區啦。蘇神今日之所以咁講，係因為真心睇唔過你哋啲錢俾人哋呃。我唔係叫你買邊一度，我係教你唔好做條水魚。你哋有睇中嘅樓盤，或者已經賣咗諗住放嘅，唔好急，唔好亂，即刻 WhatsApp
我幫你免費分析，幫你實地去勸退，幫你睇下下個樓盤值唔值得你入手，頂多唔收你佣金啦。我只係想喺中山個樓市少啲冤大頭。今日時間嘅關係咧，就講住咁多。但係你以為市區嘅大跌價係全部？錯，中山仲有一個地方號稱深中通道嘅第一站，好多香港人咧衝住去買。但你知唔知呢度係已經爛透啦？好多盤啦，甚至連基本嘅水電供應都搞唔掂。下一條片咧，蘇神就玩命直擊，帶你睇下呢啲所謂嘅網紅鬼盤，真實嘅情況有幾恐怖。想睇嘅即刻 WhatsApp 我，下一期保證你嚇到飆尿。下期見，拜拜。